子歇，子歇，子歇！太子，太子，公子，太子呢？太子已经走了。太子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太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带着侍从离开了咸阳。他跑了。是。哎呀，他这一跑，正中了别人的圈套。我去追他。蒙将军，黄公子，你可知道楚国太子恒杀人之事？太子定是被冤枉。冤枉？那他为什么还要逃走？这恐怕是事出有因，我这就去把他追回来。稚子出逃是大罪，你身为太子恒的陪伴使臣，难逃其咎。怎么，你也想趁机溜走吗？将军误会在下了。大王有令，不准黄歇离开咸阳半步。什么？太子恒杀人，跑了？是。李恒自来咸阳做质子，一贯谨小慎微，安分守己，怎么会有这等事？他杀人之事已被坐实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我仍猜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。雍大人，不会是你做的圈套吧？啊，太后放心，雍瑞要做，也会比这高明。只是那陷害之人不慎走漏了风声，让雍瑞提前知晓，顺水推舟罢了。这样说，他们给了我们理由，对楚国说不了。正是。质子出逃，岂不害了子歇？太后放心，子歇人才难得，微臣已派人将他留下。太后，不要再犹豫了。那楚国太子恒杀我秦国军士，本该黄害服罪，竟然私自出逃，此举对我秦国是大不敬。恳请太后大王出兵讨伐恶楚。楚国质子杀人，私逃回楚，秦楚之义就此破裂。楚国如此侮辱我秦国，形同犬彘，不共戴天。我大秦当与列国联兵，共同伐楚。臣谨遵太后之命令。大王，眼下秦军已经攻下了重裘、襄城等6座城池，这情形是糟透了。秦大夫，我楚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？那秦国铁骑勇猛异常，我们的战车不是对手。况且，楚国这些年士兵缺乏训练，眼下分散各处，还未集结。大王，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否则秦人就要深入楚地，与我们全面开战了。
眼下此事，可还有挽回的余地？金上啊，你不是刚刚才见过秦国的使臣吗？那就赶快再去疏通一下。实在是事出意外，楚秦联盟为莫逆之交，切不可前功尽弃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莫慌莫慌，有什么话就讲。太子身为质子，私逃回国，才导致这样的祸事。依臣切看，只有严惩太子，以向秦国谢罪。夫人，如今秦国已经宣战，事情已然闹大。就算是寡人现在狠下心，杀了恒儿，只怕也于事无补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金大夫，秦人那边什么意思？那秦国使臣说了，秦国太后与大王是至亲，一直从中斡旋，想要保住秦楚联盟。不过，诸国妒忌秦楚交好，不断使人恶意挑拨，不免使得秦王与其他重臣心生猜忌。眼下当如何是好啊？那秦国使臣还说，最好能够让两国国君见面会盟，解释清楚其中的误会，免得让别人从中做了什么手脚。大王，谁惹的祸事，让谁自己去承受。大王，不可轻易放过那太子恒。这个逆子虽然犯了错，但终究是寡人的儿子。看来这次也只好由寡人出面为他收拾残局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微臣有事要禀告夫人。大王已经决定为那逆子担当一切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夫人，如今朝堂上下乱作一团，只有劝大王前去会盟，重建秦楚之意。也怪你无能。说好了让米恒闯祸，囚在咸阳，让大王废了他就是，怎么能让他跑回来，惹出这么多的事端？那边怎么回事，微臣也不知道。眼下多说无益，只有先平息了与秦国的争端，才能再提那废太子之事。劝大王与秦国会盟倒也不难，不过太便宜了太子恒。见过夫人。夫人，臣倒是有个主意。说。聪明人两次不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。少废话。明说。夫人，不如建议大王再派太子去齐国为质。哼，这算什么主意啊？只要太子在齐国再惹出什么祸事来，就算这小子命大，还能逃回来。可是一个太子两次为质，如果先后惹翻了2个国家，那可就……哎呀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楚王同意会盟了，他曾把母后和舅舅害得好苦，我见到他，定不会轻饶他。楚王若是来了，我们获得的就不止3、5个城池了。只是此事我们还没有明示太后。楚国是太后的母国，只怕她在此事上会有所迟疑。再者，皇协一直在试图劝阻秦国对楚国用兵。大王不会不知皇公子在你母后心中的分量，他的话对太后多少还是有作用的。太后，公子歇来了。快，请他进来。
是。太后，你来的正好。昨日我刚得了魏良人给我送来的菊花茶，我正想着哪日与你一同品尝，你就像听着信儿似的。谢太后牵挂。木心，在。把茶烹好了，端上来。是。太后知道，我来此，并不是想品茶。无论何事都是俗事，哪里比得上你我共同品味好茶？我宁可先俗后雅。子歇，坐下说。子歇坐不下。敢问太后，秦楚打算会盟？是，因为楚王同意会盟和谈，所以我们才从楚地退兵。就算会盟，会盟之地该选择秦楚中界之地，怎么会选择武关？武关有何不妥？当年你我相约出走，不也选择了武关相会？武关在秦境，只怕楚王入了秦国会有不测。还未会盟，怎知有不测？这明摆着就是头顶利剑，悬而未斩罢了。子歇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是秦国太后，秦楚会盟一旦有所不测，这便是无信无义之举啊！你该如何给列国一个交代？你若任凭秦军铁蹄踏碎楚国，有生之年，你该如何回到汨罗江？你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子歇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子歇，你可知道里面是何物？秦宫中珠宝无数，子歇猜不出来。这是我当年离开楚国时取的一捧楚国的泥土。当日魁姑告诉我，若离了故土，去了异乡，水土不服，就用这故乡之土，每日取少许放在水里饮下，既可治疗水土不服，也可解思乡之苦。我就是用了这法子，度过了刚开始最难熬的一段时光。后来这些土就留下了，一直放在身边。楚国水土，无时无刻不流动在月儿的血脉里。我自然无愧于汨罗江，无愧于父母和楚国的先祖。既然如此，子歇也无话可说了。但是，自太子恒出逃以来，我便一直被迫留在咸阳。我一直猜测，太子恒被诬杀人，不得不逃之事，与你有脱不开的干系。子歇，你错了，此事我真的不知情。若不是你亲手所为，也有你大秦的谋士在中间推波助澜。我猜测，雍瑞定是幕后推手。眼下秦楚交恶，千钧一发，一旦楚国危亡，子歇定要返乡，救楚国于水火。到时候，望太后不要拦我。我说过，我倾其所有，不会让你走的。
子歇，子歇，子歇。